融匯專業升，計出新未來。咁多位香港市民，咁多位業界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2號黃俊碩。再次感謝業界朋友嘅支持同埋信任，讓我4年前可以加入立法會，為業界積極發聲，為你爭取。4年過來，我多項政綱得以落實，而今次我嘅政綱內容亦都吸納業界嘅意見同埋佢哋嘅問題，共有3部分，包括第一部分守護專業。我已經成功踏出打擊假會計師嘅第一步，但係我仲想去源頭出發打擊假會計師，包括研究修改法例，讓監管機構可以對假冒會計師直接進行執法行動，從而有效解決該問題。另外，我亦都理解業界對監管或者過分監管嘅擔憂。過去4年，我積極擔任業界、監管機構、政府之間嘅橋梁，將業界嘅聲音直接表達。而我過去一直強調監管與發展並重，係因為我相信業界嘅監管係為咗行業長遠發展嘅。而我亦都會繼續去擔當業界橋梁之餘，亦都會繼續去為業界遮風擋雨。業界對監管嘅聲音，我在乎。開創未來，我會持續爭取大灣區會計專屬考試，為我哋業界可以有一個高效有效嘅方法，提供一個獲取專業資格、開拓佢哋服務嘅空間。此外，我亦都理解業界對數碼轉型嘅擔憂，我亦都會要求當局向業界提供支援，令到佢哋可以順利過渡數碼企業身份同埋利得稅報稅。業界對提升會計專業認受性，我在乎。互惠共贏，我會持續爭取要求香港上市公司必須要有香港會計師，即係 qualified accountant 去處理佢哋財務匯報嘅工作。除咗可以提供財務匯報嘅嚴謹性之外，亦都希望締造優質就業機會俾業界。另外，我亦都去過去4年聽到業界對輔助生育政策嘅不同意見。過去4年，我去議會內外都積極去建言獻策，參與唔同嘅政策倡議，目的都係要讓更多嘅專業人士可以盡早制定人生同埋職業嘅規劃。年青一代對行業同埋生活嘅期盼，我在乎。融匯專業升，計出新未來，並唔單止一句選舉口號，而係引領我過去4年同埋未來4年嘅綱要。請繼續支持我2號黃俊碩。12月7號請投票支持我2號黃俊碩。動員你身邊嘅所有朋友繼續支持我2號黃俊碩。多謝各位。